风台要到位咯。台东富公渔港的渔民一透早就来到港边，用锁啊、甲船啊、甲绑好岸。啊，码头顶的遮河边，进前互海葵风台拍下去，即摆搁要做风台咯。工人是赶紧抢时间，甲修理好势。啊，风台要来啊，恐起交通船嘛会停航。物流业者是准备3天的民生物资，互最后一班船载到绿岛。咱厝的游客嘛伫咧港边排队要登来台湾本岛，都惊伤晚，都会掉咧无法度出来。刷电几年，甲船绑做伙，小见风台慢慢挖紧。台东富公渔港渔民唔够大气，会知无因出一集，加强做好风台准备。这个风台该烦恼，是哦。所落来几天，不都出海掠鱼啊，渔民刚来当先整理渔网啊。工人背因饲饲固定杠梁，码头顶的渔设施，进前去海葵风台吹海，也未修理好势，风台搁要来，赶紧把握时间固定好势。一箱一箱的货搬上船顶，准备载去绿岛。物流业者准备好上少3公分的冰箱用品，要确保民众伫咧风台天物资有够用。大哥这边都寄什么东西？生鲜蔬果吗？生鲜蔬果，都是蔬菜水果了。绿岛回台东上尾一只船到，因为风影受大，真侪人晕船，有乘客一个落船，人真艰苦，坐伫岸边。船会这样子，然后这样。因为风台来航运受到影响，绿岛往回台东的船班今日下昼啊开出上尾一班船，所以停航到5号，人数往回后表含台东停航到4号，东流线部分4号到5号停航，澎湖马经往回家己布地嘛宣布今日到4号停航。后面旅客不要并排啊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填人数的，不要并排。江边客真侪人想要坐船啊，咱随游客别拢希望当量早紧登台湾，确保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